听说楠木店真堵了，一下雨就有味儿。就在假山后边，快去看看吧。哦，好好好，通干净就快走啊！哎，马上转悠。哎，好好好。 魏清宫很帅吗？你们知道楠木店在哪儿吗？跟我来。这就应该是那个楠木仓库。进去看看。 这里不像是堆放楠木的地方，到处找找。这哪有啊？哎，这个是楠木吗？ 不是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没有啊，您的脑子……我脑子没事儿，他们说的就在假山后头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左脸，听太医说，越说自己没病的人，其实病得越严重。好，没有就算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撤吧。妈了个巴子，骗老子！等等，楠木，楠木，走。真的。楠木，上面也都是楠木吗？这是一座楠木殿。楠木殿。总管有命，给我彻底清查整个园子。是。怎么办？冲出去？不行，没有旨意，咱们不能暴露身份。我怎么办？上来，上来！我要回清宫，我早上去了。快点上来！这个地方需重兵把守，12个时辰不许离人。这，进去看看。啊？围上！什么人？你干什么呢？我是来通排水沟的。排水沟？对啊，说是这儿的排水沟堵了。排水沟在外边，你在里边干什么？我是进来闻味儿的。闻什么味儿？这排水沟堵了，说往上泛味儿。出去，出去！难道你们这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滚！四处搜查一下。是。
赶快去换件衣服，跟我去见主子。啊，咱们张边处的人并不都比别人聪明。会轻功啊是很帅，但有的时候还是土招管用。三堂主求见主公。参见主公。三妹回来了。客官，请慢用。给三妹接风。杀不了乾隆老贼，有什么风可接？情况未明，不宜动手。四情班在京城已经唱红了，内务府升平署的关系也都打通了，只要能俊远名媛，乾隆的老命唾手可得。万一乾隆禅位，你是不是接着还要杀新君？当戏子入剑籍，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南明贵王一脉，等了几代人，死了几代人，就是不怕等。可是，回到你的地盘去。从现在起，你们的行踪绝对不能暴露。谁敢擅自行事，杀无赦！客官，您的馒头。好，您看看啊，灯笼啊，这灯笼多少钱？老板把头灯拿来看一下。200。哎，这个灯不错呀。让开！让开！哎呦，干什么呀？不会吧？等等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眼花了？他怎么追到这儿了？你看到什么人了？你还记不记得京城里那个死缠烂打的李公子？怎么了？他追来了。不可能吧？你看，就是他。咱们现在的行踪不能让外人知道，特别是见过咱们的人。做到。什么功夫这么厉害？可是李公子，是我。你是？李公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怎么从来没听公子提起过？你还有这么一身好功夫啊！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公子是来找我的吗？不记得了。我找个地方扶公子去歇歇吧。我们认识吗？当
当然认识啊，公子不是一直说要和我一起唱戏吗？现在就我们2个人，我正好教公子唱戏啊。走吧。他是怎么追过来的呢？算了，不管怎样，这个人留不得，装进麻袋扔到河里去。嗯。乾清门？怎么会是乾清门呢？有这种腰牌的人，只能是大内侍卫啊！慢，我要留着他。哎，大功告成了！哎，出来来！哎，出来！回来了。嘿，你去哪儿了？这臭乎乎的。舒春园。什么园？舒春园。你去了舒春园？嗯，那是相当的凶险。看见没有？上天入地，出生入死，全都是为了你姐呀！啊！那你都看见什么了？哼，不亲眼所见，打死你们都不会相信。楠木殿，整整一座楠木殿。是和珅带了一座楠木殿？胆子大吧？向怀章算什么？真正的大头在后头呢。哼哼，你放心吧。这次10个和珅都完蛋了。那下一步你要干什么？去见我的主子。主子？什么主子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官儿。你不知道你的主子是谁？没见着呢，我哪知道？他还没醒，把他关到柴房，绑牢了他。是。哎，快点，主子要见你了。哎，我说啊，我们主子是谁呀？主子是谁你都忘了？不，我这儿不是还没好呢吗？还能是谁啊？皇上啊！主子，他们来了。嗯。怎么了？犯病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我想尿尿。什么？你想尿尿？我这回肾也伤了。那你可得忍着点，主子正等着呢，出来再说吧。给主子请安。回主子，李侍卫是带着病来的。啊，我听说了，快扶他起来。好啊，起来。用药了吗？哎，主子问话呢。
他是好长时间没见着主子，又受了些苦，心里一委屈，自然就有恋主之心。好啊，好，给他拿碗参汤。主子恩典。哎，带病还替朕办了这么大的差事，门风不弱呀。当年你爷爷李卫近70岁，还替朕平了2桩大狱，知道吗？啊？回话。我想尿尿。回主子，他这次受伤很重，肾气也受了些损伤。大事撒尿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老天爷都管不了。当年你爷爷也是这么没正形，这是你们李家的真传呐！快带他去，要不憋坏了。主子恩典。主子恩典。哎呀，有你小子的啊！这御前奏对什么没说是先尿尿，嘿，哎呀，这就是当朝的头品大学士，他有尿也得憋着，哎，也就是老爷子对你们张杆处这12个人那是另眼看待呀，换别人谁敢呢？嘿嘿。哎，老总管，您知道我们这站杆处多长时间了？嘿，我说你让尿憋糊涂了，啊？那谁不知道你们这站杆处这12个人，那是雍正爷当年从雍底带过来的班底，那代代相传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啊？啊？不是我最近肾伤了，脑子给撞了一下，好多事儿我都忘了。哎，咱们最近查什么事儿呢？我哪知道啊？那只有皇上一个人知道。嗨，别啰嗦了，不是，我说你尿完没有？没尿出来。嘿，我说你有一座楠木殿，我和李侍卫亲自进了淑春园。这条线索是李侍卫发现的，来自通州转运使陈正陵生前留下的一本秘册，李侍卫救了他的女儿。图灵夸你是1等1的好手，差事办得不错。站杆处12个人都是雍正爷带出来的。对，说得对啊。像个家生子的奴才，真信得过你们。这些事是我阿哥和朱辉一点不知道。现在只有我们知道。最好告诉他们。告诉是告诉，可既不是朕，也不能是你们张杆处。李侍卫和他们有过接触。哦，以什么名义？皇上想知道，你是怎么和朱圭那边的人接触上的？没关系，照实回奏就是。
在庙里，我给他们卖佛经来着。卖佛经？你们站杆处真是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呀！啊，那就把这个差事交给他。不过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一本佛经恐怕不够用吧？主子说的是，没个合适的身份，说出话来怕不可信。奴才认为，是不是可以应个内务府的什么差事？那里供奉内廷，接触的东西多，是个手眼灵活的位置，牵扯到谁都有可能。依你，那就让他充个五品督办。你要装成那个敛财心切的样子，钻山打洞，就想到阿哥们那去发点横财，啊，这样才说得过去啊。还是卖佛经的路子。就这样吧。嘿，你回来了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尿尿！哎，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别跟我说话，我现在脑子还是乱的。不行，我得一个人待会儿。哎哎哎，你怎么了？参见堂主。醒了吗？醒了也跑不了，绑得跟粽子似的。开门。坐下。你还好吗？我饿了。我饿了。那个你们去给弄点吃的吧。啊，我去弄。啊，哎，去都去。行了，说吧，你到底见了什么了？想成这样？我要是说出来，你也得吓出尿来。到底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吧，这回咱们俩玩大发了。你到底见着什么了？皇上，你能小声点吗？就这么近。你没糊涂吧你？我不但没糊涂，我还弄明白不少事儿。你没吹吧？你别吓我。听听你就吓着了，在宫里头我那尿都给吓回去多少回。你知道那个我是干嘛的？粘杆处。什么？粘杆处，连我一共12个人，只听皇上一个人的。我告诉你，宫里的人都不能随随便便说这3个字儿。粘什么？杆儿，粘杆处。那什么东西那是？他们说什么？其实我也没听明白。反正我知道那是个整人的地方。8成他们想杀谁都不用跟谁商量。我的个妈呀！妈了个巴子！那个粘根儿能得什么好处？那是提了这脑袋卖命的地方，还好处呢。那他们让你干什么呀？
现在他们让我把和珅楠木店的事情告诉给皇上的儿子，一个叫什么15阿哥的家伙。这老子跟儿子说什么，这叫过来告诉他不就完了吗？用你干嘛呀？我哪知道？那皇上家的事儿能跟你家的事儿一样吗？而且我还不能让他儿子知道是他老子让我去告诉他儿子的。那你没问为什么呀？我还敢问？我怎么出来的我都不知道。这事是大发点儿了，哎。我跟你说，要真出了点纰漏，你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呀。哎呀，反正是我觉得这浑水不能再往下淌了。留吧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们还给了我一个什么五品官。5品？你不知道要死啊你！你知道吗？一个县太爷才7品，就你知道的多。你想想看，我当那狗屁官干嘛呀？我，一任清知府10万雪花银呢。我是这块材料吗？他们说什么话我都听不懂。哪个衙门？是什么内务府的督办。哦，内务府。内务府。内务府，内务府，哎呀，内务府，哎呀，内务府，你卡着了你。这我可真听说过。内务府知道什么地方吗？皇上家的东西全归他们管呀，那是随手抓把土都能流油的地方。真的吗？嘿，到了内务府，个个都是暴发户。哎，咱真要开溜啊，也不能空着手走啊。是啊。哎，那我怎么进去呢？你真让尿憋糊涂了是吧？皇上不是给你官了吗？你就大摇大摆的进去，抓点好东西，有多少算多少。我跟你说，就是随手抓出俩花瓶来，都够咱俩吃喝花用2年多了。要不然试试？嘿呀，皇上金口玉言，谁敢不让进？借他10个胆儿。可我要是走了，文姑娘怎么办呀？你醒醒吧你！这现在是保命，不是闹那个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怕我再也见不着她了。你听我说，那相思病啊，那是富贵闲人们得的，咱们得不起。那怎么也得应该给人有个交代。再说咱也不能亏待了陈姑娘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么着，你进去啊，拿东西的时候多拿点值钱的，到时候一人分一点，也算对得起他们了，啊？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你们俩干嘛呢？在家等我，我去就回啊。好。李公子，我的事儿李公子没忘吧？什么事儿？公子不是去见什么人吗？见了。那怎么样？你问他吧，我跟他说。哎，李公子说的主子到底是谁？主子？主子当然就是主子了。你快告诉我。他呀，是内务府的。怎么是内务府？啊，这个我一直没告诉你们，他的正差呀其实是内务府的，官不大，5品，是个督办。其他事儿呢，
你们就别多问了，反正亏待不了你们，啊。嗯。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住的地方啊。你是谁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你不是最喜欢听我唱的戏吗？你还说要进我的戏班跟我学戏呢，不记得了吗？你是唱戏的。告诉我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的武功是跟谁学的？武功？你武功很好，以前为什么没露过啊？你离开京城，到底要干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我只是想帮帮你。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有点怪。留下他会不会是个祸害？饭里下点毒药不是难事啊。不，先留下他，我想再看看。别停！您先坐会儿。哎，行！又来一吃闲饭的？委了个督办，领侍卫衙门已经转了公函。又有谁看咱们不顺眼了吧？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？名义上是个督办，查查流史，看看亏空，实际上跑这儿来过一阵，捞点东西，老一套呗。这种人咱也别得罪，不知道他后边撑腰的是谁。你去问吧，他想看什么，他想查什么，随他的便。好嘞。
不好意思，李督办，让您久等了。您是先歇歇还是先看看呢？当然是先看看。哦，您想看哪个库啊？哪个库啊？花瓶在哪个库？哦，看瓷器。您想看哪个窑口的？窑口。皇上最近看的是哪个窑口？哦，最近内廷调用比较多的是明成化和宋官窑。啊，是啊，那当然是很不错。行，就是它吧。来啊！大人，领李督办去瓷器库。这。这里是一部分宋官窑。要不要把库单给您拿来？明成化的瓷器在3院，库比这儿要大。您是先看看这儿还是？这个值多少钱啊？什么？我是说这个现在能值多少钱？好，您考我是不是？这东西市面上已经不多见了，1天一个价。你先出去吧。哎，是。把门锁上。啊，我慢慢查。是内务府的人，是个五品督办。也许他督办过楠木的事情。你知道他给谁干活吗？应该是内务府的总管。和珅是内大臣，内务府是他的囊中之物。一个总管，再大也是个奴才，打死他也不敢和和珅作对呀。也许这位李公子还在找新的主子。他最近见过什么人吗？不清楚，不过这2天他是神神秘秘的，总是跟那个跟班的关在房里悄悄说话。只要知道他身份就好了。哎，你赶紧把这个消息送给和珅，就说我让你去的。嗯。
大人好。大人。大人，您茶点完了？看差不多了，该在的都还在。那当然，咱们给皇上看门，必须得严格把关啊。那就这样吧。啊，您慢走。大人，您怎么了？老毛病又犯了，难言之隐。啊，大人辛苦了。难言之隐，难言之隐，难言之隐。